好，各位朋友大家好，阿鹏哥，咱来看今晡日日在两个嘅谜面。晨派春来长，皮色带圆光，头当将奶奶，面方生木竹。乜个东西话吓奶奶啊？解读晨派，晨派乜个呢？晨派就係你身体啊，身材啦，嗬，晨派。春來長，哦喲，嘅身材真春來長連天，即一寸長連天。佢嘅皮膚嘅色，皮色，啊，帶圓光圓色咧，啊，皮膚係圓色咧。頭當講呢呢，講呢呢唔係當講嘅意思，嗬，係很尖銳嘅意思啊，講呢呢，啊，面方生木竹，佢嘅面啊，有生一隻孔嘅啦，面方生木竹。也談一種物品啊，一種做女工會用嘅物品啊，嚇，來看答案。答案係針啊，針啊，記得啦，閉口音針。講呢呢，哦，安尼寫吼，講呢呢。